现代台语版圣经《撒母耳记》上卷第17章。非利士人组织军队要交战，因伫犹大的扫戈集合，伫扫戈甲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敏阵营。扫罗甲以色列人嘛组织伫以拉的山谷阵营，排阵要对抗非利士人。非利士人甲以色列人分别伫两边的山排阵，中间有山谷隔开。有一个非利士勇士加特人哥利亚对营内行出来，向以色列人挑战。伊悬3公尺较低，头壳戴重的头盔，身躯穿有蓝的战甲，战甲重57公斤，大腿用铜的甲保护，肩头派一支铜的枪，枪的柄亲像织布机的车身遐粗，敢若枪的头的铁就有7公斤重。伊的头前有一个人甲伊举盾牌，伊徛地对以色列军队话讲：恁排阵要创啥？我是非利士的勇士，恁是扫罗的部下，恁拣一个人落来遮。伊若有才调甲我斗输赢，搁甲我杀死，阮就做恁的奴才；伊若互我杀死，恁就做阮的奴才，服侍阮。迄个非利士人搁讲：今日我对以色列军队唱声，好胆派一个甲我拼生死。扫罗甲以色列军兵听到非利士人这话，拢真软真惊。大笔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亚西的囝，亚西有8个囝。扫罗做王的时，亚西年岁济，已经老。亚西3个较大汉的囝拢缀扫罗出征，上大个叫做以利押，第2个阿比拿达，第3个沙马。大笔是煞尾囝，迄3个兄哥跟缀扫罗的时，大笔为着要饲因老爸的羊群，伫伯利恒甲扫罗遐来来去去。迄个非利士人早暗出来挑战，有40日久。有一日，亚西甲伊的囝大笔讲：你紧将备好的麦穗10公斤，甲10个饼摕去军营，互恁兄哥，搁带10个刺子送互因的指挥官，去看恁兄哥有平安无，煞带证据转来。扫罗甲恁3个兄哥以及以色列众人，伫以拉的山谷甲非利士人伫交战。第2日透早，大笔将羊群交互别人顾，就照亚西的吩咐，带食物去到军营。迄时军队拄好出去战场，喊声要交战。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拢排阵相对。大笔甲物件交互固守的人，就走去战场，甲伊的兄哥请安。伊甲因讲话的时，看到迄个非利士的勇士加特人哥利亚对营内出来，甲以色列人讲共款的话，大笔拢有听到。以色列众人一个看到迄个人就惊吓逃走。以色列人讲来讲去，迄个行出来的人，恁有看到无？伊出来甲以色列人唱声，甲伊杀死的人，
王有一大笔奖金要互伊，嘛要将查某囝嫁互伊，搁互伊老爸全家免纳税金，免服侍王。大笔问徛伫伊身边遐个人，杀死迄个非利士人，洗除以色列的见笑，这人会得到什么？迄个无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啥人？搁敢甲永活上帝军队呛声？军兵就照前的话甲大笔回答，讲杀死迄个人个会当得到什么报赏？大笔的大兄以列听到大笔甲人讲话，就对伊发受气，讲：你哪会来遮？旷野迄几只羊，你放互啥人顾？我知，你假敖，你咧想啥？我拢知。你来是要看人相杀。大笔讲：我无做啥物，问一个也袂用得咯。大笔就离开去找别人问共款问题，军兵嘛用共款的话应伊。有人听到大笔讲的话，就去甲扫罗报告，扫罗就派人叫大笔来。大笔甲扫罗讲：咱毋免惊迄个非利士人，请互你的仆人去甲伊决斗。扫罗对大笔讲：你无法度甲即个非利士人决斗，你要招会。毋过伊对少年就做战士。大笔甲扫罗讲：我甲阮老爸顾羊的时，有使也是嫌来甲羊仔，我就甲入甲拍，将羊仔对因的喙救出来。使也是嫌若要甲我就掌伊的喙手，甲伊拍死。我捌拍死使甲嫌，即个无受割礼的非利士人，我嘛要安尼甲拍死，因为伊藐视永活上帝的军队。大笔阁讲：上主有救我脱离使甲嫌的扰，伊嘛会救我脱离即个非利士人的手。扫罗甲大笔讲：你去，上主甲你同在。扫罗就用家己的军服互大笔穿，用铜的头盔互伊戴，搁互伊穿战甲。大笔甲刀下地，因为伊无惯势穿这个，就试惊看觅咧，然后甲扫罗讲：穿这个我惊袂去，因为袂惯势。大笔就拢脱起来。大笔手举管仔去溪边捡5粒光骨的石头，放伫伊顾羊得用的袋仔，手提线索，然后行挖迄个非利士人。相时，迄个非利士人嘛行挖大笔，举盾牌的兵行伫头前。迄个非利士人看到大笔，就看轻伊，因为伊少年，红过赤齿，生做英俊。迄个非利士人对大笔讲：我捡是狗，你举拐仔要创啥？非利士人就举家己的性命咒诅大笔。迄个非利士人搁甲大笔讲：来，我要用你的肉饲鸟仔甲野兽。大笔对迄个非利士人讲：你是举刀、举长枪、短枪来攻击我，我是奉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名，就是你所藐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来攻击你。今仔日上主要将你交伫我的手，我要甲你杀死，甲你斩头。今仔日我要用非利士军兵的身躯饲鸟仔甲野兽，互全世界的人拢知以色列有上帝，搁互所有住伫遮的人拢知
上主互人得胜，毋是用刀，毋是用枪，交战会胜败，上主得决定，伊要将恁交伫阮的手。歌利亚行进前要攻击大卫，大卫赶紧走进前去迎战。大卫对袋仔内摕一粒石头出来，用线索线起，点着歌利亚的头额，石头撞入头额，伊就倒落去，面趴伫地面。安尼，大卫无用刀，只有用线索夹石头，就拍死歌利亚。大卫走去，踏伫歌利亚的身躯顶，然后将伊的刀拔出来，甲伊杀死，斩断伊的头。非利士人看到因的勇士已经死，就拢逃走。以色列人甲犹大人就拿追杀非利士人，追到加德甲以吉伦的城门，对撒拉因到加德甲以吉伦，沿路拢是尸体。以色列人追杀非利士人了后，倒转来抢夺因的营地。大卫将歌利亚的头带到耶路撒冷，毋过甲伊的军器藏伫家己的布边。扫罗看到大卫去迎战非利士人的时，问元帅押尼尼讲：“押尼尼，迄个少年人是啥人的囝？”押尼尼讲：“我去王的性命救抓，我毋知。”王讲：“你去问看，迄个少年人是啥人的囝？”大卫拍死歌利亚倒来，押尼尼就带伊来见扫罗，伊的手咬断歌利亚的头。扫罗问伊讲：“少年人，你是啥人的囝？”大卫讲：“我是你的仆人，伯利恒人亚西的囝。”